人到中年，你必須知道嘅3個真相。其實將你傷到最狠嘅人，好多時候唔係嚟毀你嘅，而係嚟修你嘅。越係讓你痛到撕心裂肺嘅關係，更加唔係偶然，佢係你生命之中安排好嘅靈魂功課。人到中年咧，你必須知道嘅3個真相。第一，最讓你難過痛苦嘅嗰個人，其實係你嘅靈魂提醒器。因緣俱足了，先至會相遇，更加唔係隨便邊個都可以嚟傷你。越係靠近你嘅人，越係你帶着功課嚟嘅。佢用最唔舒服嘅方式，將你最深嘅情緒創傷一層一層咁揭開。第二，你唔係恨佢，你係恨自己冇能力掌握呢段關係。好多嘅憎恨只係表象，底層係因為你無力，你失控。你越係冇辦法掌控呢段關係嘅走向，你就越想用情緒去控制佢，結果兩敗俱傷，傷到最後連你自己都唔認識自己。最後當你開始睇明白佢只係你嘅一面鏡子嘅時候，你就自由啦。你以為佢否定你，其實係你自己唔接納自己。你以為佢喺度傷緊你，其實係你自己長期壓抑嘅情緒喺度借佢把口爆發出嚟。修行從來都唔係將對方變好，而係透過佢你睇到自己冇修好嘅嗰部分。所以當一個人令你反覆咁痛嘅時候，你唔好急住離開，亦都唔好一味忍耐，停落嚟問下自己，佢究竟照出咗我內心邊一塊未處理好嘅傷口？你只要真誠咁面對嗰一塊傷口，成個關係就可能開始鬆動。真正嘅覺醒唔係離開嗰個人啊，而係透過佢睇到你自己未曾睇到嘅內在。如果你都有呢種痛到覺醒嘅關係，歡迎留低誤了2個字，我哋一